好，啥款？我今早上金銮殿奏明了皇上，皇上也已经相信了老夫所造的话。哦，是不是皇上降旨落命小婿出哪？因为当时平贵要点你的长前为先锋，况且恁两个人真该是老夫的囝婿。皇上为着避嫌，所以特别降旨，命兵库将军魏公义擒捉平贵，审问处事。哦，老将军一向是铁面无私，是恶不善。四平贵若是落在伊的手中，也好看咧。家父，这单代志关系重大，你并无考虑啊。也毋过，也无证无据，咱免哪会用随便来指认讲伊平贵就是干事情。这哪有什么证据？你想看觅，伊互大正公主掠去。佫无将伊杀死，这10几年来一直拢无伊的消息，现在突然间伊佫倒转啊，这分明是西凉国边犯边款的野心，派四平贵倒来做干涉。8年的岁月，算起来也毋是讲真短，无一定伊才小影已经投降反帮。伊若是无投降者，早就死咯，哪有迄个换苗倒转来咧？家父，小婿乃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行基中地这案，拢是在小婿的身上。可是大夫你若是好啦好啦，那安尼无明仔再去透早，老夫上殿来去奏明皇上，重办四平贵。真想袂到，三麦赛竟然会是西凉国的国王。宝钏伊安尼伫咧受苦，算也出头啊啦。上回敢讲实在真好，伫咧平贵落笔的时阵，伊就有讲过，讲平贵总有一天会出头，果然是无毋对。是啦，宝钏伊虽然受苦18年，会当做西凉国的王后，安尼算讲伊伫咧受苦，嘛有价值啦。阿表，三麦甲麦赛因大的所在，我也全部替伊安顿好势。若安尼，就偏落你啦。也唔该。是啦，宝珍，我嘛有叫春兰去伺候三妹。真好真好，那安尼我就放心咯。你有听无？那是西凉国国王呢。要是要安怎样？西凉国的国王亲自到中原啊！这国较有可能是干涉。我嘛看宝钏阮得意的模样，敢袂随则是咧假皇帝，看状元。你就咧看啦，若有我为好伫你啊，绝对唔放伊干休。哪有你离到较早？你是足老气的啦，讲什么四平贵死啊？人即马搁转来啊，而且搁是一个西凉国国王，人要甲你讨18年的牛相，你敢陪人会起？这妇人之见呐！什么妇人之见啊？今仔日若毋是我，你敢有做一个天下兵马大元帅？这是阮老爸的全部你甲提拔的呢。走也袂插袂插的，迄是够奇怪啊！要讲一个老母所生的这食袂
但宝钏啊，落遐尼捌世事，也你啊，我安怎？嘿，你都爱提出良心呢？我是倒一点伫咧插宝钏啊？那宝钏人伊安尼啊，守伫遐寒窑受苦18年啊，但对人使一丝啊怨言都无啦，也你袂输甲你讲，我拢无半天啊！我为何虽然是讲啦，互你相夫招来讲哦，嘛毋是讲要大了，互你带你出去的啊！哦，你是愈来愈好胆的，你也敢讲这款话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去甲我赔罪哦你。无你安怎？叫你赔罪你是无听心？银川，弟啊，阿弟啊，家父，弟啊，为何伊欺负我了？好啦，为何要紧个代志特别甲为何讲？你请上回房倒转。是。哼。家父，啥款？我今早上金銮殿奏明了皇上，皇上也已经相信了老夫所造的话。哦，是不是皇上降旨落命小婿冲哪？因为当时偏贵要点你的长前为先锋，况且恁两个人真该是老夫的囝婿。皇上为着避嫌，所以特别降旨，命兵库将军魏公义擒捉偏贵，审问处事。哦，老将军一向是铁面无私，是恶无情。四片龟若是落在伊的手中，也好看咧。小姐，我记较早吼，我听讲吼，要伫你的身躯边防太你，你逐摆拢唔肯答应。啊，即摆吼，你都倒转来啊，你都唔通记住讲我伫你的身躯边防太你呢？哎呀，戆查某囡仔，迄个时阵我伫咧寒窑受苦，我家己都无法度通照顾，免哪有我都通我顾你。啊，若安尼讲起来是对啦，啊，毋过以后你还阁庆咯。以后我袂阁互你离开我，等这代志若是安定好势，我会甲你选一个仔红婿。宝钏，是咯，你看什么人来？三弟夫啊！你转来啦？哎呀，这人死咯，转来足侪工啊！你哪会到即马才到位？哎呦，三弟夫啊！你无想讲我靠我这两支脚伫咧赶路吼，啊，甲老细迄肮脏尿马伫咧跑的路程，免哪会比的啦？好佳哉我是去撞到一寡即落吼，伫咧赶车的好心的大爷呢，伊互我搭伊的马车，啊，若无吼，上少就搁到半个月才会当转啊。二哥，你一路上一直求气，甲西凉气，一定足受苦吼。啊，这无啥啦，无啥的啦。我虽然是讲唔捌你吼，至少这么义气干魂这个道理我捌啦。因为这吼，老大要甲我教过啊你。大哥，你实在真了不起啊！安弟啊，你唔通安尼甲我学咯啦！啊，我这人吼，一世人吼，啊，啥嘛都唔惊，敢若惊人惊我尔。大哥，你虽然是求气为生，也毋过你捌理又搁捌道理。就以讲当年你去做四郎迄件代志来讲，你实在是一个有远见、有眼光的人。啊，三弟夫啊，你唔通搁安尼直直甲我捧啦，我歹势个。大哥、二哥，你是小弟的大恩人，以后也免搁去求客。小弟愿意奉养着两位的兄长。啊，唔通哦，我互你饲我好势，迄当袂起啦。老大，是安怎唔通啦？啊，这毋是拄好你的希望，你会记得顶房啊未？
咱要甲老细结拜的时啊，你讲伊后日一定会出头，啊，咱两个吼会当互伊抵应，安尼好好啊享福一个，你袂记？叫做客气欠喜啦，你捌无？哦，大哥二哥，你不但是四郎的恩人，也是我宝川的大恩情人。若毋是有恁两个，我早就饿死伫咧汉药内咯。过去的代志哦，唔通搁讲啊，莫搁提起啊啦。对啦，莫搁讲过去的代志啊啦。老大，安尼是毋是有人有做客气甲欠你？团团为主，是啊。都只会是谢天贵。